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囡仔人尻川三斗火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囡仔人体质较热，较毋惊寒，毋是咧讲囡仔人尻川较烧，会用尻川来形容，因为即个部位是查甫查某拢有诶。有一寡老大人惊寒，爱含囡仔人做伙困，安尼较烧，囡仔人的体温本底就比大人较悬。所摆咱毋通用家己的感觉来甲囡仔穿衫，若感觉天气较冷，就一直甲囡仔脱衫，安尼穿伤济，咸菜就会生肥仔。若无，嘛有可能流汗，扇着风去感着。有一句笑话讲，有一款寒是阿母感觉你寒，听起来这句话是阿母的关怀，毋过对囡仔的看顾嘛是爱真斟酌的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